11月25日強而有力的傳統。在是走者護戒協會這本書出版之前，我們的書是沒有名稱的。我們的書名曾以微約多蘇定為名出爐。我們早期的一名會員曾發現過，有12本書都是以出路為名的，所以是走者護戒協會成為我們的首選。這就是我們如何為一本描述我們自己經歷的書命名的歷史。正如現在我們開始看到的，這是具有偉大精神意義的傳統。AA 傳統它是如何形成的？第35、36頁英文版。在阿克朗比爾先生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，去打電話而不是去旅館的酒吧之後，有關更大力量使比爾先生在有決定性的時刻戰勝了酒癮的故事，就經常在我們中傳播，成為我們 AA 的歷史。在希早期的日子中，匿名原則的重要性也只是依稀被人認識到，甚至在選擇我們協會的名稱上，也有一定程度的偶然因素在內。上蒼對匿名並不陌生，並經常在人類事務中以運氣、機會和巧合的面貌出現。如果匿名僥倖成為我們傳統的精神基礎，那麼也許上蒼是在匿名為我們行事。